想喺珠海香洲度假同埋退休，要平，要空氣同埋環境好，華發呢個樓盤咧，肯定係啱絕大部分人嘅。呢度嘅位置咧，雖然係偏咗啲，但係咧住起身舒服，翻香港澳門咧，而家又好方便啦。華發觀山水呢一期嘅咧推出嘅係13棟，係位於呢個小區嘅中心位置，值得嚟咧又有一部分嘅新景同埋別墅景睇喎。呢個係95平方南向嘅3房，入門左手邊呢度咧係可以做鞋櫃嘅，傳統嘅一個樹廳、廚房，出嚟咧有個生活陽台。咁我而家所在嘅位置咧係7樓，採光都唔錯嘅。咁呢個咧就係陽台啦。呢邊望嘅係小區園林啦，可以睇到一部分嘅別墅景啦，同埋呢邊啲山景都可以睇到一啲嘅景觀都算唔錯。我哋又嚟睇下休息區。呢間客房朝南嘅，呢個係公廁，呢個係房間送一半面積嘅。咁咧呢個係主人房，係一個套間嚟嘅。主人房咧亦都係朝南嘅。呢個係108平方南北通嘅4房。入門呢個位置咧係入戶花園，送一半面積嘅，可以做書房啦，或者係兒童房。餐客廳係南北通透嘅。非常之涼爽通透啊！呢邊係廚房，咁呢個餐廳出嚟咧係睇到呢個景觀係非常之靚嘅，可以睇到我哋身後呢個山景啦，同埋園林景觀。呢度係非常之安靜，一啲噪音都冇嘅。呢度係客廳，客廳咧亦都係有陽台嘅。雙陽台係睇住呢個園林景觀啦，同埋睇到別墅景同埋一部分嘅山景，可以話景觀都係非常之 OK 嘅。呢個客房係朝南嘅，公廁。呢個細房間咧係送一半嘅面積，咁咧亦都係睇住呢個後邊嘅山景。景觀非常之唔錯啊！呢個係主人房，主人房咧亦都係朝南嘅，係一個套間，係一個大套間嚟嘅。睇住呢個園林啦，同埋別墅區，可以睇到一部分嘅湖景。13棟咧係帶精裝出售嘅，價錢咧就係6、7千蚊。準備開售啦！如果你想要揀到好樓層嘅，咁就嗱嗱聲 call Henny 過嚟睇樓啦。